来食一个航马所来发生意外咧，来看这新北市三重埔有一间航马店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。有网友讲是昨日暗一群人去食航马，有4个人身体无爽快，其中一个是一个5岁囡仔，佫会吐。业者表示讲，其他人其实拢真正常啊，有开窗啊，也有抽风，头一届出现这款的情形。卫生局今仔日含消防人员去到现场稽查，也若针对业者缺失的部分，要求因限期改善。卫生局的人员和消防员联手来到航马签的店，做大规模的稽查，甲现场的环境、抽风设备拢斟酌检查。因为有网友发文讲，朋友5岁的囝去店内食饭，食到一半就熊开始吐。去病院治疗了后，红验出是一氧化碳中毒，安排高压氧来救治。我们不是完全密闭空间，是整个开放的，加上里面有循环风扇、有冷气、有抽风。按照正常来说的话，不太应该有这样的大问题。第一次碰到，所以我们也很想说，赶快找出原因。代志发生在新北市的三重埔，当事人佫讲到，刚到做伙食饭的大人内面有3个人，伫初日食了后，嘛拢因为身体无爽快去急诊来治疗，病况拢同款。但是业者讲，第一人客离开进前看起来拢真正常，迄当阵店内客满嘛拢有开抽风，目前嘛暂时无其他人有反映讲有这种状况。卫生局会同消防局前往稽查，见有食材未离地以及清洁用品未专区存放的缺失，以免业者限期改正。那另外，现场告知业者使用炭火炉燃烧木炭呢，应该要注意营业场所的通风。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要厘清专案甲含店家有关系，通风敢有出问题。但是有专家建议讲，店内上好是来一张随时会当监测一氧化碳的仪器，会当随时防止浓度超标。他要避免这个状况，是最好在现场要装一氧化碳探测器，而不要认为说我今天有通风设备，好，我就可以避免一氧化碳的产生。一群人的话，基本上不会只有一个人会有中毒症状，会有一群人。最轻的从头昏想睡觉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恶心、想吐一些肠胃道的症状，甚至到后来肢体的活动出现异常跟昏迷。医师提示讲，若是有怀疑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，必须要随离开现场，换到较通风的所在去休困，而且量早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